接下来来看，民进党的王义川补起嚟做不分区立委，昨昏伊宣誓就职，嘛随着参加这届立法院国发基金调查委员会头一届会议。不过，民进党团伫咧这届会议当中，要求都要甲开会成员郭建明改做是王义川。然而，国民党这边认为讲，因是照议事的规则咧办，所以开会通知并无王义川。这句话一直讲咧到底，双方是随着起配面。另外，立委是随着离开来表达因的抗议。然后了后，国发基金调查委员会是由黄国昌当选调委，然后绿营嘛质疑这届选举无效。于是以自成，恪遵宪法，效忠国家。在立法院宣誓就职，民进党无分区立委名额由王义川递补。过去北讲做立委就要为韩国瑜院长就职，兼去当场观察。悄悄无加做回应，王义川所来去第一任务就是参加立法院国家基金投资波动调查委员会第一摆筹备会议。民进党团坚持要将开会成员郭建明改做王义川，调下可能是为定出问题，就去冤家。我也没有交代明显，要不然就推派你，你不要在这里辩。你们这么凹什么东西啊？是你在凹，没有人在剥夺他，欢迎他进来，但不要凹了，没有凹。过去捌做对头的王义川甲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全程无看对方。立法院这款刑事法实现了第一摆成立的营业调查委员会，在野党坚持行完定数，经过投票由黄国昌当选调委，按国民进党正规定数规划甲投票超过预定时间离席抗议。民进党又来了，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所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民主进步党的委员到底是有多害怕？但事实上，在都有违宪之余。就黄国昌所提的部分，他想要调查的案件已经在司法侦办当中，或是有些案件是监察院调查当中，立法院不能够想调查就调查。在野党认为国发基金这几年一直在了钱，应该调查是不是牵涉侵占的不当利益。另向认为立法院调查范围应该无限扩大，牵涉司法调查，各法者应该请院长韩国瑜针对日后会议，各一摆召开党团协商。记者综合报道。